十不善中每一种不善业各有2种。即是有好，那这个十不善业，十不善中每一种不善业各有2种，感受等流果，杀生的感受。好嘞，杀生的等流果，前世杀生的果报，为今生短命多病，有些婴儿刚出生便立即死亡，这些以前杀生的等流果，这些人大多数都是于多世中，刚出生，便死亡了。还有些人从孩提时代起，遭受多种不同疾病的折磨，一直到年迈死亡之间，没有不患病的时候。这些都是往昔杀生和殴打别人的恶业所成熟的果报。所以不应考虑，这个是当我们生病的时候，不应考虑摆脱这些疾病的多种医疗法，而以精进发露忏悔广悉所造的罪业，弃爱从事从善，以什么勤修对治法，勤修断是吧？对治法，勤修对治法。好，那这个部分呢，前面我们所刚刚念到的这些部分呢，不太需要太多的解释，因为我们要知道，就是在因果的概念，或者是我们在讲到那个人生无常的时候，也是一样的讲到，有些小朋友呢，就从刚出生就会死亡，或者有些小孩就根本就不用出生就会死亡等等，各种各样的这些都是从我们这个无常的角度来看的话，也可以这样的去看。然后，但是从因果的角度来看的话，也是一样的，他们都有这些各种各样的那种原因。那这边有所讲的就是有些我们就是说生病的时候呢，我们就不应先寻求这些医疗等等这些对治的方法，那么应该要就是从根本上忏悔。这个方面呢，就是又不能误会那么有些人觉得说那是个佛陀说的，就是我们就知道因果的话，那就是完完全全不依靠那种医疗这种，那么不是这个意思。但也是不仅仅的，就是依靠医疗就能可以就是怎么说呢，治疗好的。那么大部分的所有的病都是根本是什么？根本是你的业障。所以我们必须得要就是消除业障，先忏悔，忏悔才是最重要的，能够可以治疗根本的病的这个主要的原因。那而且我们所谓的在最主要的大的病是什么？就是因贪嗔痴。那么我们能够可以治疗贪嗔痴，那就能够可以再治疗所有的病是这个意思。那但是在身体上，我们就平常的有些生病这些的话，还是一样的要靠医疗。但是作为一个修行人来说的话，就除了医疗以外，那么就是更要去忏悔。更要去忏悔是什么？今天比如说生病的话，也是可以为一切众生发心自己感受到一种痛苦的时候，更加的了解所谓的这些的痛苦是多么的痛苦。不是在看着他人在痛苦的时候，
那自己去感受他人的痛苦，不是这样。自己真正的感受病的痛苦的时候，更加的了解所有就是类似这种病的痛苦的人，那么我们更加的为这些人可以做发心。那么这个部分来说的话，我们就可以作为一个忏悔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方法。刚刚到哪里啊？刚刚到勤修对治法，现在好，不逾矩的感受等流果，受用非常贫什么？贫乏啊？贫乏好，然后即便有少许的财产，也是比强夺主等与敌人共同享用，所以现在财务受用贫乏的那些人，辛勤劳作如山王，步入机理如火星般的福德好。那么这个部分来说到，就是我们投道是不允许的财物，相当就是有些人就是如果是去跟人家投东西，投到很多东西，或者是骗人家骗到很多东西等等，这些都是在短暂的时间里面来说的话，就是有得到很多很多的财富的那种的感觉，但实际上来说的话，就并不会有太大的帮助。这里面所讲的并没有任何帮助的意思是什么呢？留下了非常严重的、非常沉重的因果的这个造业的这个果报，是会随时随地都会出现在自己的身边那么这个呢，这个因是在当你投到的那一天就是种下的，但是真正的实际得到的这个财物来说的话，就对你的帮助只是一个暂时性的帮助，并没有怎么说呢更大的帮助。尤其是看短暂的一个帮助来说的话，也是那种人他们的这种得到的这些财产的利益呢，并不是长久的，也并不是什么解决了他一生中的所有的这种生活等等一切。所以就前面所讲的，就自己就是有些人呢，就是非常非常非常努力的，然后也舍不得吃，舍不得穿，一直都是在存，然后就相当也是就像一个恶鬼一样。那当然更不用讲，就是上供下施等等的这些帮助他人，为了这些舍得1毛钱1分钱，不要说是这些，连自己的都是那个怎么说呢？省吃省用的，然后也舍不得穿，舍不得吃那种的辛苦也是并不一定是变成很富有的人那么就不如要好好的，就是要增加一点点的福报那么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如果是能有福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那么这个来说的也是，并不是说有些人就有许多的金钱跟有许多的财产，所以呢就是作为非常庞大的那种广大的供养跟布施，才能够可以自从那个时候才开始增加福报嘛，那是并不一定的。主要是你的起心动念是正确的，而且是对方是正确的、殊胜的，那么就是哪怕你一点点的这种点点滴滴的这种水洗跟功德，也是非常大的功德。那么这个，所以呢，就这边就是些，如果是你的这个福德是累积一个火苗，就是火星一般的一个火星是什么？就是很小很小的，相当就是在我们一个火。就是火星，你们听得懂吗？在火苗火星，像比如说10度铁碰撞的时候会散出来的那种火星一样，就那么小小的一个功德，它也是可以变成一个非常怎么说呢，永久的一个福报。所以在我们努力的去为实践法把自己的一生的所有的这个精力跟时间都投入进去，或者是在我们做一点点，为了能够在生生世世能够可以在增加福报的这种做一点点的功德，这两个完全不一样的区分呢就是非常大的。
如果自己没有以往昔布施之果而获得财物受用的部分，那么今生无论如何精勤也没有利益。大多数强盗窃贼每次获得许多财物，若经常获得那么多，恐怕大地也难以容纳。但是那些以掠夺偷盗度日的人，最后且因饥饿而死。那么这种呢，就是在这个市面上来说的，也是平常能够可以见到的，并不是说只是书面上。所以说，那么实际的情况跟这个书面上的这个资料，我们就根本就不需要怀疑符不符合，连这种怀疑都不需要的，因为经常都是很多那么就是做这些窃盗那个怎么说呢，盗贼这些。那当然他们有钱的时候就是很有钱，而且都是享受人类的就非常相当也可以说是非常好的快乐跟幸福的生活，但这些都是非常短暂的时间，然后再过了一些时间以后呢，就变成那种饥饿的饿死，或者是在坐牢那么度日等等的这种的，就是各种各样的后果是完完全全就是可以看得到的。那么这些也并不是说因为有福报而得来的，因为有造业而得来的，所以就是短暂的利益都是完完全全都是没有真正的帮助。自本作人着康着